国内头定定拢伫咧播歌仔戏、看歌仔戏，已经变作是全民运动啊！这台北市的艺文推广处，逐年拢会举办汇演，今年有邀请14团的歌仔戏剧团，连续14天，伫咧台北的大龙邦保安宫和上山车头头前演出，唔但免费，阁会当对于这戏文内面体会到歌仔戏音乐抑个台语的水。做安尼啊，那有可能台语啊，有可能是你的管家伤过强价。桂凤仪剧团当咧排演歌戏《杀猪婆》，这出戏过去是禁戏，因为内面的剧情是咧讲老母讨客兄抬囝的故事。但是即马社会变迁，甲杀猪婆搬上舞台，是希望发挥抗势作用。看法无共款，变做囡仔的心思嘛无共款，所以这就爱看在囡仔甲父母安那教育，唔是讲哦话变就变，也是讲看到什么电影就变歹，唔是。歌戏是咧教人忠孝节义。阮会做这出戏是希望讲要教一寡囡仔啊，甲辅导人家，就是讲对爱爱坚持。因为杀猪婆都无亲像小段安尼爱轻声细语啊，吼，安尼尔溜。杀猪婆就是讨客兄的查某嘛，抬囝的查某，就是恶毒的查某，心肝向的查某。啊，所以我演这个角色，我感觉真自然，像咧做家己个性共款。为了推广台湾传统歌戏，台北市艺文推广处逐年拢会举办歌戏汇演。今年邀请14团歌戏团伫大龙邦保安宫和上山火车头表演，让民众免费来看戏。拜三暗要表演的是飞鸿剧剧团，团长讲希望透过演出的机会，产生后一代模仿歌戏戏团。我是要看这个囡仔，看这个剧校的学生。因为即摆最少学生拢毕业了，就无想要做，我感觉足无彩，我一定要诱学生出来做。今年台北市歌戏观摩汇演对11月14到27，逐天拢有演2礼拜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汇演来保存歌戏文化，也希望让观众有敢若回去到过去，坐伫庙埕看歌戏的感受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